16歲嘅高中生猥褻小女孩，行政拘留5日，但係唔送拘留所，合法化呢？我哋律師團隊討論一個案件，有客戶嚟諮詢，一個16歲嘅高中生喺佢嘅小區嘅電梯入面猥褻一個小女孩，被派出所捉咗，行政拘留5日，但係唔送拘留所執行。請問是否合法呢？我哋係咁樣理解嘅，供參考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4條規定，猥褻他人嘅，處5日到10日以下嘅拘留；猥褻智力殘疾人、精神病人、不滿14周歲嘅人，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嘅，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嘅拘留。同時喺第12條規定，已滿14周歲、不滿18周歲嘅人，違反治安管理嘅，從輕或者減輕處罰。16歲嘅高中生確實係適用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嘅情形。究竟如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呢？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64條規定，已滿16周歲、不滿18周歲，初次違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嘅，依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嘅，應當作出處罰決定，但係唔送拘留所執行。總結一下，法律明確不送拘留所執行係有條件嘅。第一個條件係已滿16周歲，不滿18周歲。第二個條件係初次違反治安管理，同時符合以上兩個條件，就作為不執行行政拘留嘅法定情形。呢個高中生就符合不送拘留所執行嘅條件。有人就可能覺得呢名違法嘅高中生就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嗎？其實唔係嘅，不執行不等於不處罰。行政拘留嘅處罰決定係依然係生效嘅，具有法律效力，計入違法記錄，終身相報。影響咩呢？第一，影響今後嘅政審、從業資格嘅審查、就業公家單位或者部分嘅私營企業等。第二，如果將來再次違法，可能構成累犯，重重處罰。各位未成年嘅朋友，好自為之，切勿以身試法。